有代表性，但唔係淨係佢哋兩個，但係佢哋兩個係好高級㗎，好高級嘅，係即係直情係舉足輕重嘅軍佬嚟㗎嚇。佢哋失咗蹤之後，落咗馬之後，到今時今日都仲未有人頂替，而有無數阿習近平任內咧係清除咗應該係7個上將、13個中將、3個少將，係嘛？即係一共係23名中少上將，呢啲都係軍中最高級嘅人，而大部分咧係冇人去填補喎。點解啊？因為權力鬥爭打得好犀利啊！反習派啲人要將大部分呢啲被清洗嘅，最近1年半被清洗嘅，基本上都係屬於阿習嘅人啊，係反習派嘅，要清除佢哋嘅。咁所以而咧，阿習當然唔中意㗎啦，唔高興㗎啦，所以就喺度要討論呢個邊個做接班嘅時候咧，就拗得好犀利嘅。所以我話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另外一個效應係咩啊？好多人以為哇，中共真係好強喎！你睇佢閱兵嗰陣，哇，啲軍隊操得咁鬼靚啊！男兵女兵都整齊得不得了喎，仲咪拖出好多嗰啲哇咩高超音速嘅導彈啊，又話咩無人駕駛嘅潛艇啊，乜鬼嘢啦，都出動晒。哇，好威風啊！真係我哋而家強過美國㗎啦嚇！呢啲係外行看熱鬧啦，咁內行看門道係咩啊？喂，你一個軍隊咁多高官失咗蹤冇人去頂替喎你點樣運行得有效率一個軍隊係要好講效率先至有戰鬥力噶嘛，係嘛？而家咁多高級嘅位置啲上將霸嘅位置都係高級位置嚟噶嘛，係嘛？哇！冇人頂替喎，點算啊？有咩重大決定啊？要問阿苗，以前係阿問要問苗華嘅，苗華唔喺度。以前要問阿何衛東，何衛東唔喺度。結果咧，所有啲最重要嘅問題咧，全部咧就只可以由阿張友合嚟解決啦。咁張友合都唔係神噶嘛，係嘛？佢一個人點可以原本係譬如話呢個大家知道呢個中共嘅軍隊嘅最高機構就係軍委即係軍事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呢個係最高級。佢呢一共係7個人呢個委員會，而家有3個係落咗馬4個咧係堅持喺度，仲喺度做緊。咁即係你諗下，3個喎，大佬40%嘅人失咗蹤嘅，你點樣會係一個好有高效嘅軍隊攞嚟講啊？所以你講睇到笑話，睇到笑話，即係差唔多唔見咗一半係咪？7個就唔見咗差唔多一半啦，40%咗，即係等於一間公司一間公司，你間公司嗰個呢個副總裁被炒咗魷魚係嘛？你個銷售經理被炒咗魷魚，你個生產總裁被失咗，你個技術即係好多最重要嘅位置啦，冇空咗嘅。咁你間公司點會運行得好啊？連接班人都冇喎，直情係空咗喎，咁點算啊？咁但係咧，外行看會熱鬧嗰啲外行嘅人咧，可能仲去買呢間公司嘅股票因為點解？因為呢間公司嗰啲廣告哇，我哋公司好犀利舊年非常成功最近呢10年內鐵日年年破紀錄乜嘢，我哋最近又有新嘅開發我哋準備又投資乜鬼嘢？呢啲係外行看嘅熱鬧係嘛？外行人唔知道咧，原來呢間公司咧喺度搞緊空城計係嘛？冇人嘅。冇咗一半嘅人差唔多冇一半嘅嗰啲領導領導層冇咗咁如果人哋知道啲內行人咧，如果知道呢啲消息咧，肯定唔買你啲股票噶啦，肯定唔買你股票噶啦，知道你間公司就快要死噶啦。而家就係中共嘅軍隊所以中共好荒唐噶。
點解美國唔驚中共？其實美國咧都知道喺技術上咧，中共嘅軍隊確係咧有所進步好多成功咁做咗一啲新式嘅武器，但係武器唔係決定一個戰爭嘅勝敗嘅唯一嘅因素，而係其中一種因素。更加重要嘅因素就係咩啊？軍心士氣啊！如果你咁樣喺度清洗咁多高官離奇失蹤，你嘅軍隊點會係軍心士氣高漲冇咁嘅事啦。另外你拉嗰啲人，有啲你係唔公佈嘅，有啲你係公佈嘅。而公佈嘅時候咧，總係話佢有醜聞因為你個行受賄唔知幾多千萬係嘛以億算嘅受賄咁你諗下啲軍佬聽到，啲士兵聽到，佢會唔會高興啊？會唔會覺得我而家真係好光榮、好自豪，能夠成為保家衛國嘅人民解放軍嘅一員啦？梗係唔會啦嘛。咁你如果冇咗呢種軍心士氣打起仗上嚟操喺天安門、長安街嗰度大閱兵嘅時候，個個好威風你係你唔威風唔得㗎，你如果唔威風，你都被炒魷魚嘅又係，咁個個都裝模作樣㗎嘛，係嘛？你唔想失去你份工㗎嘛？咁個個操嘅時候都好精神嘅，係嘛？上級嗰度講嘅話，你經過主席台嘅時候，你要向主席台敬禮要高下乜主席好呢啲係演戲嚟嘅，所以唔好做外行人，唔好睇熱鬧，要睇門道。阿 Lily，係咁習近平咧，係咪因為佢被逼先至去清洗自己嘅人咧？因為佢冇可能自己斬咗自己嘅三頭六臂啊嘛，因為佢自己嘅人係自己提拔啊嘛，係咪因為有人逼佢咧，所以佢先至不得不咁樣做咯？我覺得喺軍隊裏邊咧，根本就唔需要逼。我個人認為咧，張友係喺軍中嘅權力大過習近平好多嘢，因為張友而家都係軍委副主席，仲係第一副主席嘅。咁呢個第一副主席，即係正主席，譬如話出咗國唔喺度啦，咁就呢個第一副主席基本上就係代替咗正主席。咁而家正主席習近平係已經俾人哋控制咗㗎啦。佢哋喺度講緊數，我一直同大家講，今次咧唔係一個所謂平穩過渡嘅政變唔係一種通常嘅政變。通常嘅政變